無罪嘅基督，作者 I.P. 愛萬民靈修分享。約翰福音18章33至38節 A。 主耶穌被你本國嘅人同埋祭司長交俾彼拉多，罪名係耶穌說自己係基督，係王。路加福音23章2節嘅作亂者，作為羅馬巡撫官嘅彼拉多，佢嘅職責係確保佢嘅轄區嘅穩定，不能夠生暴亂。當祭司長一夥嘅猶太人以耶穌自稱係基督、係王告佢嘅時候，係故意挑撥彼拉多對潛在暴亂嘅關注。因為耶穌如果說係猶太人嘅王，佢就有帶領猶太人造反羅馬統治嘅罪。一旦耶穌要作亂嘅罪名成立，定耶穌嘅死罪係耶穌有罪該死，呢個係極嚴重嘅問題。因為主耶穌以聖潔無瑕嘅罪施行救贖，一旦有罪名被殺，救贖嘅功就會被破壞。呢個係撒旦嘅詭計。同時，而主耶穌基督亦都知道宣告佢自己係基督、係王呢個身份係呢個係極大嘅難題。彼拉多係咁樣審問：你係猶太人嘅王嗎？想要確認耶穌被告作亂嘅動機。耶穌反過嚟讓彼拉多確認，那係你自己講嘅，呢個係別人論我對你講嘅。彼拉多就講：我豈是猶太人呢？否定了定罪耶穌係出於佢。緊接着，主耶穌必須宣告自己係基督嘅真理。我嘅國係唔屬於呢個世界，我國屬呢個世界嘅話，我嘅臣僕必要爭戰，使到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。只係我嘅國唔屬於呢個世界。耶穌告訴彼拉多，佢係王，但係佢唔會帶領佢嘅臣僕喺羅馬統治嘅彼拉多嘅轄區作亂，因為我嘅國唔屬於這個世界。彼拉多進一步追問：你係王嗎？為的係俾耶穌一個耶穌自己說自己係王嘅罪名。主耶穌一直都冇親口講我係基督，我係猶太人嘅王呢一類嘅說話，唔係因為佢唔係，而係因為佢知道人心嘅詭詐。一旦佢親口講咗嘅話，人就可以因此定佢嘅罪，要寫佢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王嘅罪名。耶穌嘅回答係有實無名嘅智慧應對。你講我係王，我為此而生，我為此而來到世間，特為給真理作見證。除咗神，除咗主自己，有邊一個能夠為真理作見證呢？彼拉多最後用個牌寫咗猶太人嘅王拿撒勒耶穌嘅名號。與其說耶穌被釘十字架嘅罪名，不如說係猶太人說拿撒勒人耶穌係猶太人嘅王呢個罪名啦。主耶穌無罪嘅證明啦，亦都係感謝神，佢揀選我哋，讓住喺我哋裏面嘅聖靈可以為真理作見證，見證耶穌就係基督，就係王，耶穌就係真理。我哋因住主耶穌嘅救贖嘅恩典，都成咗屬真理嘅人，都聽主嘅話。凡屬真理嘅人就聽我嘅話。禱告，天父，感謝你賜下主耶穌基督俾我哋，成全咗對我哋嘅救贖大功。何等嘅恩典呢？何等憐憫，何等智慧！我哋俯伏感恩敬拜，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聖潔榮耀嘅主耶穌。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咁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